请问卫生所有做癌症体检无？有哦，我们有提供子宫颈癌、内癌、大肠癌同口腔癌嘅检查。我想爱带家官家娘来检查，不过今年总系推广身体一检，唔是检查。以前，我们30岁以上嘅姐妹，当年要做一道子宫颈癌麦片检查；45岁到69岁嘅姐妹，2年年房要做一道照天空嘅检查；50到75岁嘅人，2年要做一道本片驗血檢查；30歲以上，各有吸煙也係超檳榔嘅人，2年是要做一道口腔黏膜檢查。我記得阿爸係唔係有博驗？阿爸是驗是1多年嘞。安尼，行卡要帶阿爸來做檢查，還要叫阿婆扛下來，為到健康，身體檢查天朝要做。我哋咧，頭先講嘅癌症體檢愛收錢無？愛帶乜嘅證件來呢？做下唔是錢哦，帶健保卡同身份證來衛生所掛號是好嘞。好，落力。